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意。好朋友，研究台湾话，咱对台湾歌的歌词来个探讨。讲起来，这是真紧，阁真有效一条路。国情招你做伙来研究。将近这当阵50年前，一条大风洞海山唱片发行。走马灯这条歌，咱做伙来听，内底歌词讲究的所在。见面讲是幸福是不幸，环境来造成，温温婉婉分袂清，何必跑不平？星光夜光转无停，人生啊人生，冷暖世情都演变，人生宛如走马灯。这条歌当时是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，作曲是吴景中老师。作词是黄玉明老师，内底的歌词讲起来真浅，不过伊真正讲出人生的经历。迄当阵电视连续剧咧做啥？坦白讲啦，虽然讲有看过咱这老辈朋友，这当阵你也拢袂记了了啊。不过流行歌就有这个作用哦。电视连续剧一幕一幕经过迄个剧情，经过30档、40档，然后海底咱拢消失去。流行歌也搁留淡咱的心内，因为伊的歌词真浅，不过真直接，伫咧甲咱劝解讲人生。好朋友国情讲一个较直的，若无波折，都毋是人生。人生一定是起起落落，所以你毋免怨叹，温温婉婉分袂清，何必跑不平？上要紧，就是咱骹步爱行好正。人生啊人生，冷暖的世情都演变。毋则讲说落来，伊的歌词第2趴，搁再讲想今后，想早前。做务一定定，历尽沧桑的情景，啥人来可怜？悲欢离合转无停，无情啊无情，冷暖世情都演变，人生宛如走马灯。世间的代志，到底头前什么款的变化，咱无法度料想。人害人未死，但是天害人一话啦。毋则讲历尽沧桑的情景，无人可怜。无人同情，这无要紧。虽然悲欢离合，坎坎坷坷转无停，不过咱若坚持咱的志向，国情头拄仔咧讲，你若人一路轻做牛，毋惊无犁通拖，骹步踏好正。相信讲一溪无鱼别溪钓，去到倒位，你若在前的人拢有才调发挥。啊，这条歌，这条走马灯的歌，就是国情所讲这个基础。歌词写了好，尤其伊的歌曲写了嘛真感动人，毋只会讲。简单唱起来，都有这条流传40-50档，这嘛是台湾歌谣内底另外一种歌舞志气的传统。毋则咱较早伫咧听人唱《青蚵仔嫂》，讲人生无别项，就是拍拼，只有认真会出头。听人伫咧唱走马灯，听人伫咧唱人生，到落尾人搁咧唱爱拼才赢，种种拢是鼓励志气的歌曲。这也是台湾歌谣内底的特色。对这中间，我相信讲，除了讲学台湾话以外，少年辈的朋友，你也当勉励家己。认真拍拼去向前，创造人生的光明。